聖經講喺耶利米亞33:2節，上帝嘅翻譯，上帝錯了嘅地球，佢並滿了嘅世間，上帝嘅名並出重新隆重世間裏所有嘅萬物，天地係上帝造來嘅，所以呢，這個世間裏喺度呢，係個要痛苦、要問題、要不實、要冇路行，缺條路。耶利米亞33:3用9節講，寫上帝，意思嚟講求上帝，禱告嘅上帝，佢答應設計，佢講設計啲隆重大大嘅事，設計唔分面嘅。設計唔識啲嘅，設計唔識碌到，設計唔識上到，所以心中度你都冇變到要嘅冇碌到嘅，上帝能夠答應本設計，佢能夠開路本設計，所以佢嘅經書講來求上帝，來寫上帝，不要上帝呢，你單咗寫，單咗求，你唔對不要上帝，那好睇上帝嘅愛安排，佢啲時間人聽唔到嘅，佢嚟到世間。下來變肉身，講出世，按照耶穌基督，每人相信耶穌基督就等於咗相信上帝。佢做嘅大事，不是得罪害苦。出世喺世間，才按照耶穌基督，時間，3日人係復活，為了咩呢？為了每個人相信佢，信任佢係救主，係上帝，而家得到永遠嘅生命。這樣即刻係求上帝。嗱，兩個禱告本隆重兄弟姊妹。要痛苦，要不捨，要煩惱，要冇辦法嘅。上帝，你祝福隆重人，求你嘅隆重人向你禱告嘅，你家嘅同在，你開路本嘅各樣一嘅痛苦，各樣一嘅不捨，到佢寫你之時，在耶穌基督名，你家嘅同在，帶佢去得勝，帶佢去勝利嘅路。阿門。